Hello，大家好，我係周鍾俊昌啊。眨下眼又一個禮拜啦，又嚟到終極財智呢個節目。事不宜遲，我哋直入主題先。見到恒指反彈啦，但係咧北水咧沽貨反而更加積極喎。咁啊，係咪代表市況都仲未真係向好咧？當然吓，即係有唔少嘅利好因素咧，刺激住個港股啊。如果唔係今個禮拜咧，都唔會升到接近900點啦。咁其中一定包括美國放水啦，個債息壓翻少少落嚟啦。生科方面咧，即係有Moderna個疫苗嘅消息啦，令到即係我諗環球嘅即係生科創新藥嘅板塊咧，都係會係有憧憬㗎啦。咁最後就當然係個別嘅股份業績唔錯啦，港交所啦、恒地啦、友邦啦，咁呢個都會同大家即係去睇一睇嘅。咁啊，最後啦，就都係要講下金價。好耐冇喺呢個節目咧講金價啦。當然喺其他節目同平台有講嘅，但係咧即係始終而家咧面對住個金價咧，都升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印象之中，我喺4100幾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喺 Patreon 有講過啦，跟住後來喺啲公開節目都有分享過睇好金價嘅觀點。去到呢個位啊，即係4600咯，眨下眼又上到，咁係咪差唔多咧？講講恒指先啦，見到咧少少意外嘅就係試咗一下都未真係落到去25000咧，就已經彈翻上嚟，仲要收喺26000樓上。當然頭先講嘅一系列因素咧係推動今次升市嘅原因啦。不過咧我諗大家都要望望個北水。禮拜五咧大升市由頭沽到落尾啦，咁嗰個淨賣額咧唔少嘅喎，有76.3億。如果你望埋最近嘅話，你會見到其實連續3日咧比較大嘅淨賣出啦。OK， 咁說明咧其實最近港股升市咧，其實北水就唔支持嘅，即係用腳投票就走嘅。咁你無論係即係當然，其實你話咩極兔啊嗰啲，其實業績係唔差啦嚇。咁但係咧有樣好現實嘅嘢嗱。我先講唔講港交所先啦，講下隻友邦先啦。友邦咧驚喜嘅個中期業績，因為集團截至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咧，其實純利係有接近43億啦。咁如果你按翻實質匯率嘅話咧，其實升69%，可以話係即係盈利大爆發喎。OK， 咁盈利大爆發之餘咧，其中核心嘅一啲新業務價值啊，其實亦都係創咗歷史新高啦嚇。咁集團亦都預計嚇，即係會帶動嗰個中期息啊，會增加10%。不過就大行咧，絕大部分都係維持翻買入評級啦。不過比較顯眼嘅或者比較直接少少嘅就係瑞銀啊，瑞銀咧就下調咗友邦個即係1299友邦個目標價，由104就下調到102港紙，反映翻咧就係嚟緊下半年咧個宏觀嘅情況，即係包括個金融市場啦，亦都包括埋咧即係內地啊對嗰個資金流出啊、訪港旅客啊嘅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境外嘅一啲資產咁個規管咧就會落實得越嚟越到位啦。即係話我都反覆強調啊，呢啲嘢咧唔係話完全係新嘅法例，但係之前咧就未係捉得咁緊啊。而家就即係落實到位嘅話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業績大家唔好忘記係一個過去嘅歷史數據嚟嘅。咁但係炒股睇前景，無疑呢一刻友邦係反彈嘅，但係我諗即係作為即係嚟緊即係無論係已經持有啦，或者有興趣留意呢隻股份嘅朋友，都要即係提醒翻大家，炒股係要睇前景，下半年究竟會唔會好似上半年咁好咧？先係嚟緊股價嘅重要睇嘅嘢咯。
咁另外恒地亦都係啦，即係又係中期業績，又係咧個收入啊同比咧增加80%，咁其實會唔會係上年賣樓賣得差咧嚇？咁中期息可能會派5毫子啦，咁對於恒地嚟講都係一個唔錯派息嚟嘅，股價亦都反映咗大成交、大陽燭裂口上去嚇，咁係說明有捧場客咯。但係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睇到，第一就係我諗本地地產股近呢2年個推盤嘅速度同力度，上半年今年年頭其實係有個小陽春嘅，但係最近開嘅盤又點樣咧？係咪可以破頂開啊？認購係咪再係我哋唔好睇超額幾多倍啊？即係啲入飛最後係咪真係咁快走得晒咧啲貨？或者就算係好似個別盤走得快也好，成個市係咪發展商不斷推盤，定係推盤咧都係好謹慎地推咧？呢啲我諗有留意新聞嘅朋友都知啦。最後啦嗱，即係港交所亦都係好明顯係跑贏，即係行先個大市嘅，即係恒指嘅。上半年出咗業績淨利潤大增24%，市場覺得幾唔錯，我就覺得普普通通啫。因為好坦白講，上半年咧，你先唔好講話，基本上咧，每日嘅平均交易額咧，你枕住都見到係3000幾嘅，即係我當佢3000我 above 啦 ，OK。咁而新股咧係勁多嘅破紀錄，即係無論係個升幅啦，密集嘅程度啦。超額嘅倍數啦，即係不斷有呢啲消息嘅。咁其實咁旺，坦白講升24%，你仲要係對比再之前一年叫做比較低潮嘅時候，係咪真係一個咁好嘅業績數咧？再者，我諗大家都聽到呢個節目一定有炒股啊！你幾耐冇聽過人哋討論啲新股咧？你幾耐冇聽過有新股集資額破紀錄啊？呢啲消息咧，你每日望住個市，你覺得而家同埋嚟緊個港股嘅日均成交會係再企翻上去3000樓上啊？定係可能有2500樓上都已經覺得好唔錯咧？咁如果係咁嘅話，點解大家覺得呢個升咗上去嘅股價佢可以 keep 得到咧？我就比較審慎咯。咁最後啦，講個金價，其實唔係淨係想，即係唔單止想講個金價嘅。其實我諗4100幾嗰陣時 Patreon 7月頭咧，即係喺呢度嗰陣時咧，已經講噶啦。咁之後就上到4200度啦，咁都有喺公開節目再同大家去提醒過即係個金價係我自己轉強啦，我亦都係即係揸翻啲金咁樣，即係都 keep 住有揸嘅，當然就加倉同埋更加堅定去睇好啦。上到4600咧會係一個關口嚟嘅，坦白講市場即係反映咗唔少利好因素，即係之前講過啦，中國 keep 住增持啦，跟住就係韓國都加入啦，同埋你見到美債似乎真係個流動性差咗咧，多多少少反映咗啲投資者咧係唔係幾 buy 啊，即係或者唔好話唔係幾 buy，係審慎咗嘅。審慎咗嘅原因，除咗美國個別嘅佢自己呢個國家嘅信用係弱咗之外咧，同市場嘅供應都有關嘅。因為大家見到 AI 間公司都負現金流，大家都伸手問市場攞錢，包括股權融資，亦都包括債權融資。咁再加埋啦，就唔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一個美國有國債發行噶嘛。我哋見到即係好多發達國家啦，即係嗰啲評級低嘅國家都唔講。你好多所謂即係一般認為嘅發達國家，其實佢哋嘅債息都喺度升緊，即係其實佢哋都係赤字個政府嘅開支都係大嘅。OK，咁呢個當然同好多原因譬如嗰個
地緣政治係有關啦。咁呢啲嘢係即係使咗出去又好難收得翻嚇。即係你唔同話我係發展經濟嘛，啲錢係我嚟打仗，打仗即係填氹咁樣嘛。OK， 咁呢個有少少扯遠咗，即係話所以咧其實係長遠啲有錢嘅投資者去揸翻啲金咧，或者揸翻其他非美啊或者其他嘅商品咧係好正常嘅。咁但係你問我咧，去到4600咧反映咗好多近期嘅利好因素啦。OK， 我會睇呢一轉年底有機會試5000，但係目前可見嘅將來咧，可能除非你話貝森特呢個 weekend 或者嚟緊真係大力放水，因為我喺其他節目都解釋過，貝森特呢一下咧就真係嚴格地嚟講唔可以叫放水，佢即係好細嘅金額20億咁樣，係咪先？而且係佢個重點係調整翻，去掟勻翻啊，叫做嗰啲長債嘅流動性，因為長債市場就少咗人去買嘛，大家集中去短債，咁變咗財政部就需要攞短債集咗翻嚟嘅錢去買翻啲長債吓，提供翻個流動性咁樣，咁就同過去聯儲局係講緊每個月甚至每個禮拜以百億計咁樣去買債咧，個金額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嘅，呢個大家要留意翻。咁所以除非佢有新嘅公布，而家聯儲局喐實啦，佢似乎都唔係好肯去放鴿嘅。OK， 即係做個寬鬆嘅話咧，我覺得今屆又唔至於係可以行得咁快咯。咁另外商品，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翻糧食價格啦。無論埃爾尼諾也好，美伊打仗也好，其實更嚴重係咩咧？係俄烏咧係不斷而家喺度炸緊啲物流，即係啲港口，即係除咗油係出唔到之外咧，其實係亦都係啲糧食小麥啊，尤其是小麥係收唔到。咁當然另外一個我自己十分留意嘅農產品或者糧食就係糖啦，因為糖我諗可能大家有睇到嘅就係印度嗰個免稅嘅情況，因為糖價上升。另外就係似乎巴西嗰邊咧，因為嗰個燃料嘅需要咧，啲蔗咧就攞去做乙醇，即係做燃料就多咗，就令到糖嘅供應咧係少咗嘅。咁呢個其實我唔係第一日講啊，喺 Patreon 都有講過，大家同埋嚟緊應該係呢個 weekend 嘅經濟一周嘅專欄咧都有講。咁我即係我諗有興趣嘅朋友，呢個節目嘅朋友未必個個有興趣啊，但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留意翻我相關嘅評論啦。好，戴翻個頭盔先啊！以上內容都係個人觀點分享，絕對唔係投資建議，亦都可能有錯漏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點讚支持啦，因為畢竟即係都要抽時間去整理資料。小編同我每個禮拜五咧都加班同大家完成嘅，好嘛？咁今次講住咁多先，多謝晒大家，拜拜。